大家好，今集同大家去隱世嘅西貢沙灘三星灣泳灘。喺片之前記得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啦。前往嘅方法，我就係坑口港鐵站 B1 出口，往左邊方向行，入去就會見到小巴站，乘搭綠色小巴喺白沙灣站落車，落車之後往車尾方向行，行過對面馬路，喺路口左邊就會見到去三星灣嘅碼頭，來回船費係30蚊。The Pier Hotel 坐落於香港後花園之稱嘅西貢，蔚藍海水被群灘環抱，置身遊艇碼頭中嘅你，大可放鬆心情，喺迷人嘅風景中享受世外桃源嘅樂趣。船程大概10分鐘，直行轉彎一屈就到。提提大家，謹記一定要保留好船票，以供回程使用㗎。而且街道都有分紅旗、藍旗之分，所以唔好乘搭錯。因為要坐街道先去到，所以比較少人。但係當然，平日嘅日子會更加少人。三星灣係香港新界西貢區嘅一個海灣，位於白沙灣之東南。現時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管理，設施包括小食亭、燒烤區、更衣室、淋浴設備、洗手間、浮台同埋遊樂場。附近更有魚排，2樓則有小食亭。除咗售賣飲品同埋小食之外，更加提供太陽傘等沙灘用品租借服務。三星灣沙灘多年嚟被評為1級水質，水清見底，沙質幼細，感覺真係好舒服。唔想同咁多人逼游水，絕對係一個好選擇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